大家好，以下係有關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2026至27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指定主題項目，教學相長，攜手並進，幼稚園學生學習中文支援計劃，構建專業學習社群，為幼稚園提供支援服務嘅介紹。提供支援服務嘅單位係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，而支援對象及範圍係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嘅教師，本地包括非華語幼兒及家長。支援計劃嘅重點係以下6項：第一，建立可持續嘅教師專業交流平台，以培訓導師及到校支援與學習社群並行嘅模式，形成跨校專業學習社群，提供教師專業發展活動，促進教師間嘅知識傳播與技能轉移。第二，強化本地包括非華語幼兒嘅學習支援，提供語言學習資源與教學工具，配合差異化教學，提升幼兒語言能力發展。第三，推動中文學語教嘅發展，設計貼合幼兒發展嘅課程與教學方案，連貫聽、說、讀、寫嘅遞進學習，並透過教研循環完善校本實踐。第四，建構綜合學習架構，以生活主題與遊戲化任務為骨幹，貫通6大學習範疇，結合跨學科與多元文化活動，促進本地包括非華語幼兒喺真實情景運用中文，提升學習動機。第五，促進家校合作，為家長包括非華語家長提供多元指導資源與雙語家長講座，確保幼兒喺校內外均能獲得學習支援。第六，融入品德教育與資訊科技於課程設計中，並將德育、中華文化、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融入語文學習，審慎運用電子學習工具輔助，而唔取代幼兒嘅探索與遊戲，並培養正確與健康嘅科技使用習慣。有關到校支援，網上申請編號 B14嘅模式及內容，參與學校參與全年2次家長講座、2次行政會議及1次分享研討會，以分享成功經驗及面對挑戰嘅有效處理方法。最少進行5次校本課程規劃或課堂研究，以及最少參與2次網絡活動，並提供到校支援服務，與教師進行共同備課、觀課及議課，發展及完善課程，為教師舉辦工作坊及跨校交流等專業發展活動，建立教師學習社群，以促進教師專業交流；建立家長學習社群，以促進家長間嘅交流同認識子女喺學習中文上嘅困難。支援服務概要及流程主要分為3個階段：策劃期、推展期、回顧期。策劃期時，支援團隊到校，了解校情及分析校本支援服務嘅重點，因應學校面對嘅困難同需要，共同擬定支援方案。去到推展期，支援團隊會同學校共同實踐學校支援方案。除此之外，會建立校內同校外嘅跨校學習社群。最後，會透過評估及檢視支援方案成果，並總結支援成效。而有關學習社群網上申請編號 B15嘅模式及內容，參與學校參與全年2次行政會議同1次年度分享研討會，以促進學校之間嘅專業交流；最少參與5次學習社群活動，以及最少進行2次校本課程規劃或課堂研究。核心教師團隊參與跨校學習社群活動，與有效緊密聯繫，分享同推廣有效嘅實踐經驗及資源，以促進學校之間嘅專業交流。支援人員通過會議同教師團隊進行需求分析、示範、議課或校本工作坊。以下係支援學校需要注意嘅事項。支援服務計劃為期1年，參與幼稚園應組成一隊最少有2名教師嘅核心團隊，並選派1位統籌教師，如幼稚園管理層成員、主任或專責教師，帶領核心教師團隊參與專業支援服務，負責同支援人員聯絡，並訂定具體安排。安排定期會議，讓教師參與共同備課、觀課同埋議課，以及檢視幼兒學習成效。支援人員會提供意見，促進教師嘅專業發展。核心團隊教師需參加教師專業發展活動，並鼓勵其他教師嘗試實踐所學。核心團隊需參加計劃所舉辦嘅活動，分享校本經驗，而且鼓勵家長參加計劃所舉辦嘅家長教育講座，協助支援人員收集學習活動、錄影片段及照片、教師反思資料、學生作品等，作專業討論之用。鼓勵核心教師團隊向校內同工分享學校課程發展嘅成功經驗。參與學校需遵守相關法例，遵守版權條例。以下為申請注意事項。本支援服務為推介服務。幼稚園除可申請最多2項校本支援服務外，亦可額外申請本服務及其他推介服務。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9/2026號，或透過掃描以下2維碼，瀏覽校本支援服務網站，獲取支援計劃嘅詳情同最新資訊。
有興趣參加支援計劃嘅幼稚園，可於2026年3月23號至到4月24號，透過教育局統一登入系統申請。教學相長攜手並進，幼稚園學生學習中文支援計劃，構建專業學習社群，為幼稚園提供支援服務。到校支援網上申請編號 B14，學習社群網上申請編號 B15。如果學校需要技術支援服務，可以聯絡校本專業支援組黎浩輝先生。申請結果將於2026年6月12號公佈。以下係相關嘅查詢服務，歡迎透過電話、電郵、WhatsApp 聯絡我哋嘅團隊。從教師培訓、家長教育，以至校本推行策略，支援嘅服務非常全面。詳情歡迎學校與本支援團隊聯絡，了解更多。希望嚟緊嘅學年可以為大家服務。多謝各位。